风台暝伫台南也传出意外，有民众是半暝走去安平看风影，结果转来的时阵，煞因为风伤透，车速阁伤紧，所以规台车弄到电火跳，造成一个人死亡，2个人受伤的意外。另外，也因为这个靠风，所以市区一寡所在也传出太路落落，也阁有树仔倒去的灾情。 弄一个真大力，规涂骹拢是碎玻璃，连路顶也互弄断，规台车是拢变形。这个透早19岁姓柯的驾驶和朋友驶2台车去到安平看海影，转来半路真有可能是风伤过头，加上驶伤紧，家己去弄到路边。这姓柯的驾驶掉伫车内面，互警消救出来时阵，已经无喘气心跳啊。另外2位朋友赶快也着伤。有可能是时速过快，打滑。其中许姓驾驶经送医急救后不治死亡，并经抽血检测无发现饮酒的情事，另同车2名乘客也送医诊疗当中。 受到风台影响，台南市市半暝现大风，造成府前路2段一栋大楼的泰路是大家规涂骹。警方赶紧来到现场，控诉加顺管制交通。然后愈暗时风愈大，伫金华路一段有一间气科诊所，这玻璃窗仔门互风扇甲脆咸咸，现场是乱糟糟。 这个很重哎，感觉好重哦。警方一直到7号早起，伫仁德民安路有一个车边啊，互风扇甲规个倒去，伫海边啊渔光岛风势更叫，民众惊甲规暝困袂去，甚至有树瓦断去跌落来，跌着电线造成失电。大丛个挤落来啊，跌着厝里，我昨去昨遐大丛啊，当时都唔敢困啊，惊着拢昨暝拢无困。树枝压在那个高压电上，所以造成短路，而且高压电还有起火的情况。 那台电最后都有来修复了。根据着台南市政府的统计，到目前接到的灾害通报，主要是以路边墙仔倒去，也有看板互风扇落来等等，无传出重大灾情，会赶紧派人甲伊清掉。另外，也有19711户出现凶失电情形，已经处理好势。台南市政府提醒讲，这过头了后，沿海地区风雨会较明显，也呼吁民众无代志千万唔通出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